讲啊，吵啊，继续吵啊！刚刚多热闹啊，热闹好啊！吵，吵起来，吵吵，不用管黄老师的，吵啊吵，越想越好啊，吵！上课铃声响了多久了？一个个都听不见了。第一天来上学啊？啊？上课铃声响了，安安静静等老师来啊！在这里开茶话会了啊？要人盯着你们的。我在楼下办公室，就听见你们在楼上哇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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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天时间一塌糊涂，整幢教学楼全是你们班的声音。你们自己跑出去看看，有哪个班级像你们这样子的？真的，有的人甚至有我站在这里，黄老师在这里，还要讲，这当没看见，对吧？小左佩，你很会讲的，讲得很起劲的，开心啊！那黄老师在这边讲，底下还有人在讲，谭玉冠，对吧？干什么啦？我讲一句，你讲10句，我在上面讲，你在下面讲。你那么想讲，你上来讲，我给你机会，来，谭玉冠上来讲。什么事情那么开心，分享分享呢？给大家一起笑一笑呢？啊？真的是没有规矩了，现在真的一塌糊涂。哎，刚才我还看到有的同学还在那里玩手机。谁允许你们把手机带到学校里来的？啊？沈静平，沈静明，手机拿过来。抢车位，你的奥拓还在抢车位。放学到我这个办公室里来拿啊！叫你爸爸妈妈过来。我说过多少次了，手机是绝对不允许带到学校里来的。想要联系爸爸妈妈，到我办公室里来打电话。抢车位对你们今后的高考有帮助啊，能帮你加分吗？我没讲下课了，干什么了？一个个的，急呵呵的，还不是你们浪费的时间呢？你2分钟，他2分钟，他1分钟，他3分钟，一节课全被你们浪费掉了。我还讲什么课呢？你们班的进度本来就比其他班慢，还要跟我黄老师浪费时间，我陪你们耗啊！哎。我今天就不下课了，你们越急我越不急，黄老师有的是时间，啊！